我經常同人講，我最缺乏嘅就係溫柔。而呢句說話有好多人認同㗎。正正因為咁，我更加明白一件事：溫柔從來唔係靠自己修煉翻嚟嘅。歌羅西書3章12節，所以你們既然是神所揀選的，是聖潔蒙愛的人，就要存憐憫的心腸，恩慈、謙卑、溫柔和忍耐。原來溫柔唔係要求我成為另外一個人，而係俾聖靈喺我裏面慢慢塑造，更提醒我已經係被揀選、被愛嘅人。正因為我屬於神，聖靈先可以喺我生命裏面慢慢作工。所以信仰嘅焦點並唔係我做得好唔好，而係我有冇活喺自己被愛、被揀選嘅身份裏面。溫柔唔係性格嘅修飾，而係聖靈喺被愛嘅生命當中慢慢塑造嘅樣式。今日我唔會再逼自己要變得溫柔，而我選擇記住我係神所揀選、所愛嘅人，而溫柔會喺呢個身份裏面慢慢長出嚟㗎喇。天父，感謝你揀選我，稱我為聖潔，用愛擁抱我。求你讓聖靈喺我生命裏面作工，塑造一個有憐憫、恩慈、謙虛、溫柔、忍耐嘅心，唔係靠自己去改變，而係讓聖靈喺我心裏面慢慢塑造。神啊，當我軟弱、變得急躁，唔知應該點回應嘅時候，求你提醒我已經屬於你，因為你就係溫柔。願我嘅生命唔止停留咗喺知道你嘅話，而係活出你所喜悅嘅樣式。我再次將自己交喺你手中，求你繼續帶領我完成你一直喺我生命中做緊嘅事。禱告奉靠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，阿門。